如果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们真的要问一句了：香港人吃什么？今天我来说，今天是周五。近来呢，市面上流行一句话叫做华为周五见。果然，今天华为又有了大动作，他们发布了最新的一款处理器，名字叫做升腾。您看，面对美国的大棒和绞杀，华为依然在努力地升腾着。但是越过深圳河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折腾，是民怨沸腾。近来又有一些乱港分子在地铁上闹事儿，让上班族感到非常不方便。有香港市民忍无可忍，就向这些乱港分子发出了灵魂疑问：我们不上班，你们吃什么？的确，持续的暴力示威给香港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。像餐饮业吧，预估8月份损失就会有30亿港元，很多人的生活都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。今天新闻联播对此也做了相关的报道。可以说，现在香港除了天气热以外，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像寒冬一样冷。如果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们真的要问一句了：香港人吃什么？香港人吃什么？香港人吃什么？香港的警察们在一线守护社会的安宁，守护最爱的人。那我们14亿中国人就站在你的身后，守护你们。刘 Sir， 我们挺你。刘 Sir， 我们挺你。刘 Sir， 我们挺你。主播说联播，今天我来说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联播里面播出的几条关于香港的消息。现在呢，香港正处在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形势，首要任务就是要止暴制乱。在止暴制乱一线呢，是香港警察。这段时间，香港的光头警长刘 Sir 成了网红，在网上爆红。但是他的一番话听得让人很心痛。他说，香港警察其实有能力处理这般暴徒，只恨他们也是中国人，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真让人心痛。因为你是同胞，我们才会手上相助。但如果你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等待你的暴行的就是法律的手段。今天是七夕是一个关于爱的节日。香港的警察们在一线守护社会的安宁，守护最爱的人。那我们14亿中国人就站在你的身后，守护你们。刘 Sir， 我们挺你。刘 Sir， 我们挺你。刘 Sir， 我们挺你。